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宋韶光。聽日新曆係8月13，農曆係7月11，係星期六嚟。聽日嘅天干地支呢係丁卯日，因為卯酉相沖，聽日係卯日啊，所以屬雞人呢就犯沖啦。屬雞嘅人聽日既然係犯沖，所以不管做任何事呢，都應該盡量小心謹慎為妙嘅。聽日雖然對屬雞嘅人不吉利啫，但係對於其他生肖人嚟講呢，就係一個大吉大利嘅好日子嚟。適宜做嘅事項呢，相當多嘅，就包括開市、交易、立約、訂婚、嫁娶、安床、出行以及安葬嘅。聽日嘅財神方原來喺正西，做生意求財或者從事任何投資買賣啊，都應該盡量利用正西呢個財位嘅。聽日吉利嘅顏色原來係白色，吉利嘅數字原來係3以及係8嘅。